头前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准时收看《福起来咧》，我是综艺圈阿权妹。大家伫天公日是嘛个日来冇？天公日啦，是一年24节气当中的小节。有听过一个老古谚语讲啊，太谢小节煮饭唔惨冇。同大家分享一下这句话是乜个意思？就是讲啊，拄到呀小节啦，太谢的时节，呀20头的时间会变到冬的。古时候嘅阿爸妹啊，还个阿姨呀，还个阿婆啊，还个妈妈，煮饭就变到冬麻烦，因为20头冬到冬脚就会是下一传的。古时候啊，就会讲太谢小节煮饭唔菜按用嘅老古谚语哦。还个今日大家就知道，食饭尾夫唔菜，佢就讲出来，食饱的来食馒头好诶。冇啦，佢冇讲笑诶。其实吼，係因为今日节目当中，我同大家来分享尾头戲嘅包嘅同馒頭哦，所以很用嘅嘅包嘅馒頭尾頭戲咯。細細嘅人來分享今日節目地度有請到嘅來賓，先來分享安尼劉真哲阿姐個分享。大家好，我係劉真哲，我係食東寶嘅頭家。好，分享阿這個來到安尼節目，接下來係阿這個佢講嘅分享，分享阿真嘅分享。大家好，我係阿珍誒，我唔係客家人，我係客家新橋哦。哇，當聽下巴講到當好，其實兩個係對苗栗來嘛，對不對？同我共享嘅咩係苗栗人。嗰時候今日來同大家來分享，上來做乜嘅包嘅饅頭尾頭戲，其實聽起來就知道，乖，因為包嘅其實就是冇什麼樣嘅東西，用嘅會按照尾頭戲咯，同大家講一下。我们色东报的包子馒头呢，因为我们坚持不添加一个面粉改良剂。那其实也有前辈说，啊，你这样不添加中唔得啦，包子馒头会变忽大忽小。所以，那我们面粉改良剂加给共用黑用的，它是固定住馒头的大小，那让它在冷冻跟刚蒸出来的时候，其实尺寸体积都会一样大。但是我们觉得，既然这是它的自然的一个特性，我们就让它像会呼吸一样。会冷冻的时候最小，然后蒸热的时候最大，热胀冷缩，我们觉得这是最天然的。而且因为我们不用面粉改良剂了，然后包子馒头咬下去，你看到里面的组织呢，它的气孔有大有小，有小哈，那这都是天然的。古时候顶到不会当到包的馒头，也的面类做的东西，其味道的上一本其大小是一致的。古时候其他都可能就会放这个面粉改良剂。是有可能啦，那我们是绝对不添加的。那像我们色东报的包子馒头，我们就是只用面粉、水、酵母来做。那我们其他的像人工色素啦、香精啦，还有一些尤其是那个化学的膨胀剂啦、发粉这些我们都不加。那这些东西都不加的话，因为只靠酵母发酵，酵母是微生物，眼睛看不到。所以呢，它的控制上就是温度、湿度，还有它的完美发酵，这个控制上其实就非常的难。全部都重要，非常重要。古时候刚刚有讲到呀，包的馒头其他的尾头戏大小会有很大的差别，大概这个会差别到多少？有去计算过吗？我们有量过，就是它冷冻的跟它蒸热好出来的，差距会从1公分差到1.5公分的直径上面，其实是有差的。哇，古时候就本给呀面包给7个笨蛋给用的，就让它这样子了，也不再特别去味道讲太些穷用啊，古时候特别去加做嘛该，就让它用最自然、清甜盐的方式来呈现。古时候韩国家阿珍啊，要同大家来分享，家务卡好是东包嘅包的馒头冻到嘅坚持。古时候今日节目当中就爱来同大家来分享，按到好食的包的哦。个甜食后，悄悄的有一些的变化呢，大家就会懂上来食东西。有常时就会难食住，古时候包的馒头其实係咧当好嘅选择哈。今日提议咧，爱同大家来分享嘅係也係乜嘅包？也嘅係
客家福喜包。客家福喜包，做嘛个很多福喜包呢？所以我要地度呢，用来讲，客家人亲接用很多泡菜啊种材料。我要泡菜呢，係啲嘅公馆农会出产嘅泡菜。哦。要做嘛很多。都因为讲泡菜，那边呢很多客家福菜，就像讲一套一个当吉祥的名，做很多福喜包。真係要結福喜呢！阿權妹見每日都福喜來出現日本大家看，真係要結福喜。韓國看入包嘅外形吼，幾隻圓嘢，有沒有有種白白胖胖的感覺？看起來就懂飽滿的感覺。係啊。好來試看下哦。香哎，然后一下我就看得到，其實都包嘅東西嘅呢。嗰時候其實你地都嘅鴨係包凍嘅咩？一地度呢就是上一本當開始上咗因為福卡哦，接阿婆啦、媽媽就會做嘢千片上福卡就會做很多肉大肉圓那個。我知。媽媽做一架，我用碟嘅，一碟嘅，冇就會幾片呢，按用用到溫地度用整呢。當好食咪清香，嗰陣想要拿來包都包喺度行，應該是當適合。個地度呢，用泡菜啊炒嚟炒香以後啊，然後攞肉搞以後，發現原來拿來包都包喺度行啊，米頭啊要當香。唔過老闆也係有看到有嗰種酸菜包，咪就鹹菜包。因為其實像入泡菜啊，佢一邊發咗鹹菜、泡菜、鹹菜乾。跟唔做乜嘅貼片愛拖泡菜來做咯。其實是我一三種啊做試過嘅啦。哦。唔過啊，嗬，一鹹菜因為水分較高，較高嘅要冇啊泡菜啊，嗬暗香。喺講用泡菜乾，喺講用嗰個鹹菜乾來做嘅話，嗬，個味道可能要太強，老闆太夾唔可以嘅。有可能哦。係啊，嗰時候呢，我就想改用泡菜做地度嘅嫩芽，真係真好食。嘿，真嘅，佢一搭披起來嗬，天又有客家味。天意入名嘅嗬，睇起來要當好睇，很多福喜包，福喜包。嗰時候下嘢我嚟同大家來分享一個客家太肉包，名嘅非常的直白，咁咪嘅很多客家太肉包同大家來分享一下。其實客家太肉包都當簡單，就是天地度做肉清足，全肉。哇，全肉哦！我地度呢就用嘅客家人親接用嗰種。大香蔥咪，真正大香油用下油蔥酥啊，呢度嘅油蔥啊，仲係自家炸嘅。行係自家炸啊！嗰樣係帶辣味，呢度咧我用係自家煉嘅辣油啊，攞去調。哦，真嘅，因為嗬，地波就係肉，嗰時候含有一些嘅肉汁，有冇？味道地度看起來就東香雲色，韓國人100塊來我就批到嘅東香嘅香蔥油嘅味絲。哇！韓國人家還有講地波有一些嚟辣。一辣油啊，嗬，先用我自家去鮮一中藥材。然後有個苗栗嘅，接合作嘅中藥店嘅頭家，攞佢青椒當叫嗬，自家煉出來辣油。一辣啊是用中藥材浸出來，嗰時候嗬唔可以講那種，唔可以講嗆辣。真嘅。潤啊！對，韓國真嘅真好食誒，有發現到其實。客家人以後食辣冇？係哦，我都專苗栗，第一句接一談到生，尤其是台面嘅時候，因為人家都問講，台灣嘅辣椒有點難。係啊。嘿，嗰時候其實從安陽啊，自家做嘅辣油就變做人嘅太肉包嘅一個當重要嘅特色。唔但係其實用當到高肉做嘅東西，我就會當強啲油就會提高。不過其實食起來，我家下面有8塊來俾大家看。就係表面有一些些嘅油甜甜，佢地度其實冇凍到嘅油脂對佢流來流去，有陣時因為食到當呢個嘅感覺。唔過人嘅肉包雖然貴嘅都係肉，唔過食起來完全唔會本然有嗰種呢個嘅感覺。係啦，自家咩唔好食啊？用當呢咩啊？當油嘅東西，有啲人睇下咩當注重健康，注重啊所有嘅產品啊都當注重個控油、低糖啊，這要求啦。
冇錯，古時候其實還有另外一個客家口味嘅包嘅吼，叫按到客家炒肉包。其實炒肉睇起來就係當油嘅東西啊，因為客家人傳統嘅東西就係又油又鹹又香，跟住就含挑戰呀少油嘅炒肉包。係啊，其實啊炒肉包啊，最重要就是地度啊，吼，加香氣當足。哦。我發動到精神啊，兩啥去老人家搶高個，用嘅來做下炒肉，咁炒肉飯可以看到地度搭好就是這。真勁嘅，打開來我就想講用按到油嘅啊，鴉片沒油，鴉片沒油，滿奶全部就看得到油嘅呢。米好就做得到。真的呀，個按粗本哦。因為啊，將我做開始那做生意啊，做啊。貨真價實啊，了足啊，本學識到，這是人自家嘅心意嘛，所以希望講銀行咩停定咁樣。當然呢，因為認識到從那個米線，從那個米線就會按客家炒肉輕鬆有嘅一個特色，從那個米線很個油膩嘅米線。雖然做法白做，唔過其實也油膩同從來就係輕鬆有嘅是靈魂，對不對？全部就都有包嘅，例如古時候也係。仲有代表性嘅客家炒肉包。就我也炒肉嘅地度啊，我也全部地度嘅用嘅啊，全部都要先處理過。我處理啊，做係前一日都要先處理哦，我要先醃布，啊比較軟，按樣啊，大家怎麼講炒嘅用嘅硬軟。錯，古時候要也按有客家特色，韓國口感又好又空間咧，包嘅饅頭真型係當貼片咯，還有其他條韓卡度嘅故事，休息一下，等下再個同大家來分享。各位電視機頭前的觀眾朋友，歡迎大家又轉到福喜來咧！我係鍾意權阿權妹，今日阿權妹後來同大家紹介好外頭去嘅包圍同饅頭，就係因為佢哋話冇添加嘛個麵粉改良劑，韓國咩盡量用當自然的方式，應該說全部就係用自然天然的方式，輕單純的方式來做出好食嘅包野饅頭。家下阿權妹咩說咧？3種口味，其中一個都有客家特色，客家炒肉哦，炒肉包其實剛剛我食了以後發現，底部嘅用嘅炒起來真係係軟軟，因為當到人說講，炒肉就會吃到一個用嘅凍硬，哦，人家就先前先透過，還有先處理過也用嘅，要用嘅吼，所有嘅底度嘅料誒，我都要先前一日都要來先處理，不然鹹軟了以後呢，嗰有個所有其他料啊。前一日就冰，然後冰到冰箱啊，然後冰過一安步，然後浸對黏味啦。哦，嗰時候就同可能愛煎嘛嘅豬排啊，全部佢用先撈佢滷一下滷黏味。哇，嗰也當費工嘅，因為一般人做按樣像呀包嘅啊，就可能現場攪啊，就做得來包嘅。唔過人家就味道愛韓國黏味，嗰時候係前一日就開始來做嘅。係，我先做。哇，原來係按呢，食起來嘅米線真會按好食吼，因為佢唔會當重嘅口味，唔過佢當香。對不對？冇鹹冇當鹹，唔過晒係有清香嘅香味啲啊，包嘅饅頭啲度。啊，接下來除咗呀客家三寶包以外，吼，還有呀媽媽包。上嚟嘛嘅按到媽媽包，聽講係阿珍兒上講愛做呀媽媽包嘅。媽媽包的內容是那個香菇肉燥。那把它取名為媽媽包，當初是因為我媽媽以前常做香菇肉燥，那她只要做香菇肉燥的那個晚餐，晚餐大家一定會裝好幾碗飯，把那個白飯都吃光光。那對，那那其實這個它的內容就是我們乾香菇，我們用台灣乾香菇，然後下去炒，炒了以後，接下來跟大蒜碎一起炒。那大蒜碎它在生的時候，味道其實是比較刺鼻、比較辛辣的。那炒過以後，它就會有釋放出甜味。那再來，我們加入豬肉丁一起拌炒，再來醬油，真係好香。安子 C，我媽媽聽到一定會很開心。我真係想講。
让妈妈煮呀，可能几户客人爱食2-3碗饭，也系讲2-3碗面都有可能，对不对？对对。因为像安样的东西，妈妈就当家做好，规台湾工。你就做得舀饭、舀面，睇下就做得当好食。韩国人家下讲嘅，如果讲嘅当到酸嘅，酸嘅嘅香味，去一记整过后，加个辣辣嘅米线就变做香香嘅米线，依种还有一点点甜甜嘅感觉，对不对？当好食，故说也系妈妈嘅米头。是，那我妈妈离开以后，我就想说，把这个让全家人怀念的味道留下来。那我也想说，既然这个味道很适合白饭，大家都吃这么多，那应该也很适合比较没有味道的面皮。我就想说，把它包进包子里，那试试看。一试果然，懂香懂好食。真嘅，韩国移民安尼冰岛包的地度，韩国冰岛冷冻库，你上市的时间随时就有好吃呢。连这个香味，连我们的大姐都说，每次闻到这个香味，她在打肉馅的时候，她都觉得她好想当场就来碗白饭，可是一点色个猪味，可是她还是闻到还是会很觉得懂香懂好食。真嘅，呀就系妈妈嘅米线，难怪按到妈妈包。其实啦，有呀。按到肉类嘅包嘅，可能电视机头前的观众朋友，假使讲你冇生肉，看到也可能吃到，哎呀，都无聊，想去转台。唔过人呀，下就要想呀，就嘅注意力哦。来看一下，撒下来，我同大家来分享嘅系仔嘅包嘅，也系食仔嘅人就做得食咧。也系嘛嘅包嘅，很强咧，讲起来做抹茶用嘅。也可以有很多翡翠包啦。翡翠包。翡翠包是起给它色像肉嘅翡翠。嘿，东家。唔单是萝卜系强色，底肚的料的咩系强色。底肚咩系强色的哦。底肚系用一个青酱杏鲍菇的内馅。哦，真嘅系强色的耶！韩国真嘅看起来有一些的像在意大利面的青酱的感觉。也可以是发想做系吃在意大利青酱。嘿。其实因为吼，人家木卡做肉包做太多嘛，所以想哎呦，一想要说那种窄的包的色款。那个大便本上发现讲，有那个七眼菜。那我发现讲七眼菜片它讲你接用的那个东西。福笋全部都有种啊。福笋都有种嘛。那也有呢，其实也是老青酱底肚用那种罗勒是同一属。对。因很多 Chinese 把手嘛，叫人叫做田螺人属于把手。咁我就想过来用也做青酱，可能合适咯。可能打了多，咁做完以后发现也老嘅菇味是当皮下面当。唔错，当香。因为可能有的人啊，唔好食菇味嘅人会吃到菇味有一种米稀。佢贴片的米线，有人讲佢系鲜味，有人讲佢系可能出手的米线。不过老爷前菜搭配起来，食起来都好食呢，真嘅。韩国人吃到好，你传统的七眼菜，真嘅冇输过爱做青酱的田螺了，对不对？所以大枪食起来，佢嘅米线可能会较重嘅味，不过比例拿捏得好，其实就会做出多么 Q 用嘅米线。那你们要做的时候啊，做以后啊，我隔壁邻上面有一堆朋友是食材的，那没有那种没有不同的师傅讲，要试看给他当稀饭，所以他出来吃，当希望要拿出来都不会卖啊，说好啊，既然大家都觉得好，我就要拿来让大家分享。那个皮啊，要强色的啊，没很甜黏的。我用菠菜去染色。我老到萝卜没黑浅茶，萝卜又是用毛孔用的哦。用蔬菜的这个绿色的颜色。难怪韩国牙看起来很好辨认。强色嘞，韩国又是窄耶，对不对？古说生肉嘅是窄耶，大家就做得来是娘不卡嘅包嘅，大家就做得是冻包，佢咪加大一窄嘅。包嘅，真嘅都好食。唔过食下来还有爱同大家来少嘢哦。你家下有食下口味下重嘅，一下来食下淡嘅口感嘅。韩国其實
馒头，对不对？嘿嘛，沙下来嘅馒头蛋糕，一种有一些些的慢嘅东西。哦，这个是我们的香草馒头。对那我们是用进口的意大利香草料来做的。那因为它的发想，就是因为当初看市面上的馒头，大部分都甜美或是没有味道的，对做无糖。那我们就想说来做一款。大家都没有的，然后一款咸的，所以就想到了这个意大利香草这个概念。哦，因为我会看到按用嘅它单纯嘅面包，可能就是比如说杂粮的、黑糖的，比较单纯。不过香料的用这种意大利嘅香料，我很喺头一摆看到。对，主要一开始啊，是想讲意大利人有用那种香料面包，做像拖鞋面包啊，什么佛卡夏。同好食，因为佢面头同单纯，不过又有个面的香味，对。做下嘅啊，就像这种整理以后啊，可以生年夹乱都当喜欢。啊，人家就全部都夹乱色系嘛。喜欢，当好夹乱色。哦，因为佢淡淡的香味。淡淡的，一个香香嘛，就夹下嘅。其實像中秋節烤肉，咁樣用下嚟夾烤肉，就是當香呢，因為佢做條面的面是因為嘅意大利嘅香料嘅芒色色個地多饅頭地多嘅感覺，當貼片韓國又當好食又當單純，按你炒啊，有一些嘅面香嘅感覺。真件非常貼片，古時也係呢香料饅頭，古時其實寫下來還有其他嘅無香用嘅各式各樣嘅包圍，我要同大家來紹介。比如講像呀適當醬嘅，呀看起來當上癮嘅，呀係乜嘅包啊？也嘅呢，前面也嘅啊係個玫瑰花，也係因為人學啊，咁啊講啊，佢本來講做一個有一樣嘅，佢想去做講拜佛啊，冇做囡仔功課嘅時候用。我想一樣做平常以前傳統當個主要做一個梳頭，一種東西嘛。那我想你可以用那種西洋式的方式來改變一下，但係我睇下見着做梳頭，然後就將來給做一張玫瑰花那種花，講到喺表達一個神作當我要講講。當醬呢，古時候唔但搶有肉嘅包圍，有仔嘅包圍，有單純嘅包圍，韓國有愛情當道變化嘅包圍哦，還有當道嘅內容先休息一下，等下再繼續同大家來分享。佢愛我。佢妹嘅，歡迎大家要進到福喜來咧嘅最近阿權妹，牙蘇康拿地嘅咩玫瑰花哦，係啊，玫瑰花用嘅饅頭，真見當家，韓國而呢幾張最好軟軟嘅一包就包嘅起來呢，對呀，玫瑰花嘅包嘅啊，其實佢愛做冇按過錯冇，因為其實種愛定嘅媽媽有做過包嘅饅頭。做好嘅時節啦，同愛整嘅時節，其實佢發酵過後係完全冇佢用嘅兩種造型哦。同大家來分享下，嚟呀按複雜嘅造型我用嘅來做。我一個本落地下特色啲嘅麵團，可能呢一次個先上好啲發好將個產品用嘅形狀，當然用水，因為全人工去水去來乾開，然後做鹽，然後將佢一片當來包裝去。哇，真件愛當飛戲呢！哦，唔過唔像有玫瑰花，但我要按醬嘅色，真係有色係用嚟來做嘅啊！一色咩天然嘅，一係我用鳳腳去打。哦，韓國雖然係鳳腳，唔過佢看起來有一點點像是那種鮭魚紅的顏色，當醬。韓國用唔可以有當清楚嘅嗰種鳳腳嘅味線，淡嘅，一啲啲咧。古時候唱也按用嘅玫瑰花包，睇睇嘅係愛貼片來聽咗，也係講一般時節，平常時都會。也目前也就就是接觸大家用聽字嘅，聽太陽時來做，因為也做嘢嘅時間較久，古時候先接太陽時來我聽種好以後，再過來拿。對，除咗有粉色嘅以外，其實順豐還有黃色咧。
黄色的呢，就是用南瓜，用金瓜。啊，哇，饭瓜要做得来做，除了要黄色嘅，还有其他色的冇？一项系其他色啦，吼，这还有当多其他色彩的，亮啥青蒿收集食材，因为收集这个食物颜色，嘅感觉，哦，你哋有熟悉到按到嘛嘅色咧。一下呢，控制有做的橙色、黄色、枫色，然后还有蓝色、紫色。蓝色用乜嘅东西做诶？可以用蝶豆花。蝶豆花嘅色有按强做得来做。做的。哦，嘅紫色咧喏。只是还有可以用那种紫心地瓜。啊，哇，紫色咩做的？古时候其实有按到色咧。甜盐呢，也就是甜盐嘅人嘅食料就做得拿来做包嘅馒头，唔但搶有呀玫瑰花嘅造型，還有等一下阿 Q 為這個少女心大噴發，有嘅卡通用嘅嘢，有呀怪嘢，還個煮嘅造型呢，也係包嘅也係饅頭，還係乜嘅東西？像咩也係掛包。掛包咩做得？做乜嘅會想要來做掛包嘅型呢？其實青州啊，吼，人家竹味啊、怪味啊這種造型的嘛，還是做的是薄的，底都有保險。嘿，唔過啊，吼，因為有時小朋友，比較家長啊講，其他都是色太亮雷木竹。木竹色也是冇色的，看逆弓，這是逆弓，冇做生逆弓，冇做屁弓拗腿一樣。所以老師講哦，咁樣啊，吼，這表示讓小朋友唔會講懂好是底度的料的。啊，有可能底部包那個鳳頭啊。好色。我那就想講，今日改到做掛包，給小朋友上個生物嘅，知道底度慢慢改，冇做減慢改，用輕度好。如果是強強，對，迄個不卡有空有就做得來包。哦，做得，其實真的是掛包。對，韓國造型有懂得一下，共用色調全部咩係甜顏跟顏色來做誒。色調。哦。當然，今一擺帶過來呀兩種啊，哦，一種大眼花，一種粉紅竹。但是影片還是要影音呀。深夜分啊，有啲當到太嘅發通，還有中部博覽會、中部農業博覽會，嗰有停停要沙下做美麗嘅風箏節，所以希望講，大家呢要主嘅就代表講，希望係睇嘅發通嘅就是諸事大吉。哇！希望啊美麗因為也有發通啊，吸引各年思人來，關於咩用嗰個人來，希望我嘅美麗啊可以一鳴驚人。真嘅，像按樣哦，當傳統嘅面色類嘅東西，你東方人嘅面色類嘅東西，做得用某樣嘅造型想到大家嘅注意哦。韓國唔單止按呢，像按樣做得想到新人嘅注意嘅東西，唔單止按呢哦，還有呀手作的課程，其實係同呀饅頭有關係呢，是不是啊？真的？是啊，我們之前其實有開過手作的薑餅屋的課，還有一些造型饅頭，像是蝴蝶啦，或是小隻棒棒糖。都係你自己帶小朋友來做。對，因為我們夫妻兩個就做包子饅頭，那奶些年看了也會覺得說，也想玩麵團啊。那的話我們就想說，好啊，因為麵團我們很天然，就只有麵粉、水、酵母。那我們就加一些顏色進去，有粉紅色、綠色啦、藍色這樣子，黃色讓他們玩。那玩，他們就覺得好像在玩粘土，捏黏土，好好玩。後來我們想說，那我們就來開課，因為小孩子都很喜歡，我們就通知一些家長啦，然後就帶他們的孩子來。那我們剛好把我們的 Sunny 放在班上，這樣子一起帶着，這樣子，所以課程就是當初就是想說，帶着大家一起來玩。古時候呀，它其實一車都有按用嘅課程。第一個金行還是可以報名的嗎？還是說什麼時候、什麼時間點可以知道這個報名的訊息？是我們大概每一季呢都會有開課程，不一樣的課程。那我們都會在我們的粉絲專頁上公布，告訴大家。哇，當期待其實按用嘅方式和本小朋友做咧，自己來接觸自己識的東西，這也其實是食農教育很重要的一環，對不對？其他的了解自己識的東西，很用嘅來，其他的怎麼真相，怎麼愛下。然後咱會了解到應用嘅來特色的東西，韓國唔單槍按呢，甲哈色的東東，像係比較像是主食類的東西，也還二類是點心了。韓國要做點心，當地印象呢，加個色，韓國也低度可以像係給人糕，像蛋糕一樣。其實這個也可以很新的產品啊，都黃金香橙糕。那其實當然就是其實
因为呢，那东喜欢吃香港的这个茶楼的点心。那我很喜欢里面一种很多千层糕的东西。好好吃哦！很滋水，很滋水。真的，它一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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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国底座有那种空气感很重的感觉。那我们想要把这个东西做到那种比较像西式的蛋糕，那也不让懂，因为我发现然后懂得还有3年，然后一点逐渐的没有在某些中式传统的点心了。那好像其实我们的面点是懂多种的种类懂多，那也带来懂多某种的口感。那亚中呢，像千层糕呢，是我觉得最接近那种西洋式的蛋糕。真的还有一些些像是奶油的味道哎。所以里面就像讲，然后搭配这个啊，就是可以奶油，然后也个美丽那个身上感美的大馅。嘿。对啊，那结合这2个药，然后把它做那种港式的千层糕啊。希望讲大家继续来回到我们中式面食的这个世界里面来。哇，也真嘅懂好食，韩国也地波也係用那種甘味，因為我食到嘅甘味皮嘅香味，非常嘅香，又唔會當甜，然後又有一些些嘅奶油嘅味道。其實也地度呢是用酸甘。酸甘茶的那個酸甘嗎？加酸甘皮，然後作為果醬。唔過酸甘咩懂好食呢？酸甘皮本身咩懂好食。酸甘皮作為果醬啊，然後裝到地度。哇，真件都冇簡單，又結合嘅原料苗栗本地嘅特色，對，韓國人用啥其實佢係非常嘅享受，唔係本地就做嘢，唔係本地就學嘢做饅頭包嘅，有冇想到講我來做嘢，本地有冇嘅其他嘅條路？其實本地係有其他嘅條路嘅。其實我們2個本來都是上班族，那阿子也是做那個財務會計的工作，那我是做國外業務的工作。哇，完全跟同胞嘅饅頭冇任何嘅關聯呢，完全冇共用，對。那個時候呢，因為小孩子慢慢來到，然後我們就想說，前幾年食安問題東揚州，那我就自己做一些饅頭，一開始就是做無糖的白饅頭做起，對，那他也去上我們客家學院的一個青年創業課程。那他有一天回來就說，那我們做客家小炒包好不好？我就很直覺回答說好啊。那我們就開始研究起包子饅頭這樣子。那我們是覺得說自己做東西給孩子吃，這個一定是最健康、最安全的。那所以我們食堂包也是，就是想說，希望把我們做給家人吃、做給孩子吃的這一份心意，也傳達給客人，讓客人知道說，他來我們這裡買就是給他們家人吃的安心健康的食物，這樣子。冇錯，其實基本上阿權妹食到，我咪吃到啊，有一種烏卡嘅感覺，當幸福嘅感覺，烏卡嘅味是韓國有甜鹽，有看到佢哋兩公婆，自家來同大家來分享佢哋做東西嘅堅持。其實都冇簡單，我味道烏卡人表下笨蛋，可能做嘅一段時間，按用嘅舌頭，韓國全線就按用味道家庭轉到也撞下，轉到鄉下，按用來做食。聽講其實爸爸媽媽係喺帶到台北咧，而家就係點多嘅。故事學各位天司機條前的鄉親朋友，多支持呀，空間的色彩，空間的東西有什麼？阿姐，韓國阿珍呢來到節目當中，謝謝，謝謝。那什麼天司機條前觀眾朋友，舒快休息一下，休下來做運動了。